屏東市一間社區復健中心，這個姓詹的負責人呢，伊是涉嫌偽造6個醫師的囡仔，還有轉介單，短短1個月的時間呢，是詐領超過400萬的健保費。即馬經過法院的審理，這個負責人是互人判1檔8個月，會當假罪5檔。也毋過呢，伊愛甲這詐領的金額的2倍，攏總是833萬外塊呢，關係到健保的愛心專戶。精神科的患者加入去社區復健中心上課，接受輔導甲治療。這款的復健中心攏是社區患者經由醫師轉介，條件符合才會當來做治療。不過，這間復健中心的負責人涉嫌向健保署虛報醫療費用。經過屏東地檢署調查，伊佇1年外虛報287筆，詐領416萬6千外塊。地方法院審理了後，判有期徒刑1年8個月，假罪5年。未接受？是安怎？你以為是啥？你以為？我是安那，你病是咧救人啊，你做唔是咧救財個？哦，安尼無好啦，無老實就是啊。係啊。檢方調查，這名姓詹的復健中心負責人，自2023年開始，家己偷做6粒高屏地區精神科醫師的囡仔，偽造患者的轉介單，甲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。伊這1年外攏總虛報287筆，詐領金額有400多萬，嚴重侵害全民健保資源，影響醫療制度。本局將會依法辦理行政調查，查明事實後，將依《職能治療師法》第33條相關規定處罰。另本案涉及健保費用申報部分，本局將會加強宣導轄內醫事人員遵循健保申報相關規定。法院認為犯罪情節重大，但是負責人認罪，嘛甲虛報的費用全部繳回，才判伊5年假罪。不過有條件，愛佇3年內捐出詐領金額2倍，超過833萬到健保愛心口座，另外閣繳35萬予公庫，完成法治教育課程。另外，屏東衛生局表示，會閣進一步做行政調查，釐清責任，依法處理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